金屬製品行業係消耗能源極高嘅產業之一，其中熔鑄工序需要嘅能耗較大。為咗降低生產時嘅電力成本，提高經濟效益，好多企業都想盡辦法節約能源。為咗幫助廠戶提升環保表現，粵港兩地政府於2008年4月開展清潔生產夥伴計劃，資助位於香港及廣東省嘅港資工廠，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同作業方式，協助佢哋節能減排。佛山市呢家以生產同銷售精密銅管為主嘅企業，佢哋嘅生產流程主要分為熔鑄、紮製、盤拉、成型及退火等工序。工廠嘅銅管鑄機組嘅主體部分為熔化爐、保溫爐同結晶器。銅頂喺熔化爐中添料融化後，通過水平熔溝流槽進入保溫爐。喺保溫爐裏邊穩定銅液溫度之後，進入結晶器中降溫結晶成型。整個過程總能耗高，生產效率低。在目前節能降碳的趨勢下，我們希望減少銅管從熔煉到鑄造過程中的能源消耗，為廠房降低生產用電成本，提高能源效率和經濟效益。因此，我們透過申請清潔生產夥伴計劃的資助，優化我們的熔鑄設備，採用了高效連續熔鑄線替代傳統單向熔鑄線，來提升能效及節省能源。工廠安裝咗一條高效連續熔鑄線，以替代原有嘅6條傳統單向熔鑄線。新系統採用咗立式熔煉爐設計，配備咗2台熔煉爐同1台保溫爐，佢哋相互配合，以提高生產效率。2台熔煉爐能夠同步將熔融銅液輸送至保溫爐。當系統檢測到任何1台熔爐中嘅銅液溫度降低超過攝氏5度嘅時候，該爐會自動進入閉爐升溫模式，而另1台熔煉爐則繼續進行注入。待升溫恢復到預定溫度嘅時候，原先進入升溫模式嘅熔煉爐會重新開始注入銅液，而另1台熔煉爐則轉入升溫模式，以此循環。保溫爐嘅雙腔結構設計，令到一個腔體喺進行出液入模操作嘅時候，另一個腔體可以同步進行注液，從而實現咗入模同注液過程嘅無間斷連續性，咁樣大大提升咗入模嘅效率。為咗進一步提高冷卻效率，結晶器嘅設計為雙流冷卻結構，每個結晶器均配備2組冷卻水系統。呢啲系統從2個唔同方向對結晶器嘅表面進行交錯覆蓋，從而加快咗冷卻過程。此外，2組結晶器被並聯配置喺保溫爐嘅後端，並進行交替結晶。呢個設計顯著提升咗系統嘅結晶效率。我哋嘅銅管熔鑄工序採用咗高效連續熔鑄線後，能耗明顯降低，而且生產效率嘅產量大幅提升，每年可為工廠節省電荷約180萬千瓦時，間接減少因發電排放嘅二氧化碳嘅空氣污染物，而節約能源成本近港幣83萬元。近年行業之間競爭越嚟越大，引入清潔生產工序唔單止改善廠房嘅環保表現，更可降低經營成本，提升競爭力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清潔生產夥伴計劃嘅資訊，可以從以下途徑查詢。